9月25日上午，自主車企出口一哥奇瑞汽車迎來港股 IPO 高光時刻，正式在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。21年間6度衝刺，奇瑞最終在2025年成功上市，將是港股今年最大車企 IPO， 標誌其邁入國際資本市場的新階段。此前公開招股首日即獲超額認購約10倍，市場反應熱烈。上市首日，奇瑞汽車呈現高開態勢，開盤價34.2港元每股，較發行價上漲11.22%。其後股價衝高回落，最終收盤上漲3.8%。奇瑞汽車是中國規模最大的汽車製造商之一，此次 IPO 募資淨額將主要用於研發新車型、研發下一代汽車技術、拓展海外市場及升級生產設施。同時，奇瑞汽車也能通過登陸公開市場，獲取更多資源支持，降低企業經營與發展風險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其披露的基石投資者名單中，地平線與高瓴等頭部機構共同躋身基石投資者之列。地平線作為其中唯一的自駕科技企業，身影格外耀眼。這一佈局不僅體現出對奇瑞汽車自身成長性的認可，更為雙方帶來了更多協同發展的可能性，也為地平線的投資邏輯提供了新的參考方向。